大家好，我叫雷鋒，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題目就係為失業人士而設的全日制就業掛鈎課程。喺呢度，我會講下申請資格、再培訓津貼嘅發放要求及一啲要注意嘅事項。未開始講之前，請大家點讚、留言、分享，同埋最緊要幫忙撳埋免費訂閱嘅鐘仔。呢啲就係對我繼續製作影片最大嘅支持，多謝大家。為失業人士而設嘅全日制就業掛鈎課程，協助學員掌握不同行業嘅職業技能。課程亦涵蓋個人素養及求職技巧方面嘅培訓，加強學員在職場待人接物嘅技巧。培訓機構為出席率達80%嘅學員，提供3至6個月嘅就業跟進服務，協助學員投入勞動市場。就業掛鈎課程學費全免，為期7天或以上嘅就業掛鈎課程設有再培訓津貼，學員需符合再培訓津貼發放嘅準則，方可申領。有關再培訓津貼發放嘅準則，個別課程嘅再培訓津貼金額，請向培訓機構查詢。僱員再培訓局課程嘅基本申請資格，香港合資格僱員，即合法在香港居留並可無條件自由受僱或工作嘅人士，包括香港永久性居民及新來港定居人士，及年齡在15歲或以上，及須符合課程嘅入讀資格，包括個別課程嘅相關行業或職位嘅發牌條件或法例要求。報讀就業掛鈎課程嘅申請人，必須是失業、待業或失學人士，並須具就業意欲以及對相關工作有興趣。培訓機構會以面試確認申請人嘅就業意欲。報讀非就業掛鈎課程嘅申請人，須具就業或轉業意欲。如有需要，培訓機構會安排面試。申請人須符合基本申請資格，通過面試及入學試，方獲取錄及輪候入讀課程。為期7天或以上嘅就業掛鈎課程設有再培訓津貼如下：就業掛鈎課程類別，每日津貼額青年培育計劃課程167元，其他課程333元，以2節課堂計算。學員1年內最多可申領1次再培訓津貼，以是次入讀課程嘅開課日期與過去1年內曾申領再培訓津貼嘅課程嘅開課日期計算。在一般情況下，學員於下列節數嘅總和須達課程總節數嘅80%或以上，方合資格獲發放再培訓津貼。實際出席節數，即已扣減遲到、早退及缺席嘅節數，及據香港註冊醫生發出病假證明嘅缺席節數，不可多於課程總節數嘅20%。學員可獲發放嘅再培訓津貼金額只按其實際出席節數計算，每月上限為8000元。非就業掛鈎課程為收費課程，學費金額以申請人提交課程申請表當日就有關課程訂定嘅學費金額為準。學員須於開課前向培訓機構繳付所需學費，已繳交嘅學費概不發還。學員可於收到培訓機構嘅入學通知後，按其入息水平申請豁免繳費，申請繳付高額資助學費或繳付一般資助學費。學費類別，豁免繳費入息水平每月收入為14000元或以下，高額資助學費每月收入為14001元至22000元，一般資助學費每月收入為22001元或以上。如欲查詢個別服務點嘅位置、開放時間、職員當值時間及其他服務資訊，可致電熱線與 ERB 服務點統籌機構聯絡。ERB 服務點九龍東統籌機構，香港職業發展服務處有限公司，電話23262133。ERB 服務點九龍西統籌機構，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電話27001777。ERB 服務點新界統籌機構，
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電話24282283，詳情請瀏覽以下網址。我今日嘅分享就講到呢度，多謝大家嘅收睇，拜拜。